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本地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市长的林志坚，今下晡宣布退选，由现任的桃园立委陈文平来选桃园市长。台北针对爱国者3项飞弹有10成军事武器买卖协议，4年半爱开美金8800多万来守护台湾的空袭。国内今日增加21000多的本土病例，另外对后礼拜一开始，这第4回快筛检日开始施行，一个人上限会当买10支。本地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市长的林志坚，今日下晡伫民进党的党部召开记者会，宣布退选。林志坚用伤兵离开战场来形容家己的处境，伊也强调会透过救济来维护家己的清白。民进党也宣布由现任的桃园立委陈文平来选桃园市长。因为个人的不足，造成团结台湾、建设台湾的进步力量陷入泥淖，我选择离开桃园市长选举的战场。原地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市长的新北市前市长林志坚，12下晡因为论文风波宣布退选，伊讲后一步会离开战场。个人的清白是一辈子的。我不会避战，未来也将持续采取救济的手段，来捍卫我的人格与清白。林志坚形容家己是伤兵离开战场，民进党是伫中道临时开选举对策委员会做出这项决定。秘书长林锡尧表示，假使受论文风波继续延长走正气，绝对不是选举应该有的格调。嘛透露，蔡总统有权相信林志坚，虽然感觉活人可惜，不过经过选对会充分考虑，决定由桃园上资深的立委陈文平替换接手。告诉支持林志坚市长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很舍不得，我们都很舍不得。那请大家把舍不得的眼泪暂时放下来，等我胜选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掉下来。总统有跟你表达过什么立场吗？甲郭建明进前送的内骨带夹起来，伊讲郭建明鼓励新一代中正就是爱承担大局，嘛强调甲识变外会负责拍赢选战，地发言无接受提问。自小听到临时活人，民进党就是要替桃园选战成机会。记者陈阿木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林志坚退选了后，即马换陈文平来选。不过，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香玲也批评讲，这是论文风波，国家机器伫咧对抗着学术审定。国民党的张善政是叫这个国安局长陈明通就爱辞职留台。国民党即马也批评总统蔡英文是伫咧暗号，爱来甲民众会实力，甚至讲陈文平是林志坚的强犯。不过，民进党内的市议员王世坚，颠倒是恶罗这林志坚是真有勇气。承认论文写作问题，林志坚宣布退选。竞选办公室铁门也叫落来，桃园选战确定换陈文平上场。那被合约反攻，赖香玲批评论文案是国家机器咧对抗学术审定。张善政是点名国安局长陈明通应该落台请辞。总统及执政党的党主席在对抗整个台大，整个对抗学术审定是由国家机器加上党机器这件事情。蔡英文主席跟郑文灿市长，你们必须要出来道歉。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一路在袒护他的学生林志坚，放着国安局局长的事情没有好好的在做，我们觉得他有失职守，必须辞职下台。这是民进党实验团员换将机会要保住选情，不过人也批评蔡总统过去一直力挺，应该向国人会实力。革发林志坚中华大学论文抄袭人也议员王宏伟就批评，换为林志坚告辩护航强犯陈文平是换汤无换药。我们要告诉蔡总统，你是彻底错了，你要跟社会道歉，你也应该要向台大道歉。郑运鹏，你还好意思来代替林志坚出来选举吗？民进党到底要低估台湾人民智慧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勇气来面对，那这是非常好的、勇敢的一个作为，所以我祝福他。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啊，所以在鸣枪起跑前，发现鞋子穿错脚。那换一下而已嘛。
政协市员王世坚学罗林志坚较勇气，无认为选战换将桃园市就一定会输。啊，不过是不是会影响新竹市选情，也正受关心。林志坚市长退选，承担这段时间以来的纷扰，我相当不舍。新竹市长这一仗，我会坚定参选到底。新会洪强调会用政治政见争取市民支持。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是考试，大家心中有一支手。那知影安尼何必当初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论文风波一直无停歇，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今下晡宣布退选。这超人论文的风波逼出来到单，就学者认为讲，民进党是有在做危机处理，即马甲林志坚换掉也无算慢。不过这对学术界影响却是真大咯。对内，我要请我们全体的党公职团结一致，相信自己的同志，支持志坚捍卫自己的清白。向东华话话，蔡英文请大家支持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因为代代找到认定林志坚的论文是抄的，建议撤销硕士学位。随上7月初，国民党公布林志坚论文的争议，林志坚当时是严厉来否认。主题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结论不同，这是3个不同，天差地别啊。不过，事件一直拖烧，也惹出新竹棒球场的争议。结果到这个月初9，台大学论会认定林志坚的论文是抄的，建议撤销硕士学位。对手要求林志坚退选，蔡英文阁出面来化为支持，引起党内部的风暴，将造成退选的决定。这种情形一安下来，这个中华大学的案子又下来，那肯定他受不了。这已经退选了，过滤好了，适当人就正面榜了。民进党做这个决定，绝对是他认为比较理性的选择。这个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学者认为林志坚出席中华大学的学论会议，应该是情况无好，加上有民意调查显示，有6成以上的桃园市民认为林志坚的退选，将有造成一个退选的事实。差一点还跟这个台大要对决。如果台大2个月的时间才来审查完毕，到9月初，那时候整个伤害就不知道要大到哪里去了。民进党经理委甲学者认为，民进党为着买互选情绑了，听话林志坚来指挥，时间无算讲上慢，不过对学术界冲击却是真大。也建议民进党应该趁这个机会来检讨6都的直辖市长的提名候选人由党主席全部决定的这制度。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林志坚，这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也逼出抄别人论文的风波。虽然柯淑华已经请逢甲大学调查，不过民进党南投县机关参选人陈宗凯也是提出检举。逢甲大学是讲目前正在调查，2个月后会公布结果。民进党的县长参选人蔡培慧表示，这柯淑华应该要对外面来说明。论文争议滚价，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研究所论文也互人检举牵涉抄袭。民进党南投县议员参选人陈宗凯这个月初9向逢甲大学具名检举，佢要求学校要赶紧审查速度。逢甲大学你最好尽快处理，尽快召开论文伦理审查委员会，要不然到时候2个月要公布的真相，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陈宗凯表示，柯淑华自2009年南投市长任内读逢甲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伊所发表的硕士论文当中，甲迄时阵做市公所专员的贾百健发表的研究报告同款的所在真多，比对落来同款的有71%，强少的也有13%。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蔡培慧也认为，柯淑华应该清楚交代。他的属下说：“我是给他参考，参考你也要引用文献，抄袭是确实的，他不愿意讲。第2个更严重，就是权势压迫。”蔡培慧批评柯淑华面对论文争议态度消极。柯淑华是伫进前对外表示，2年前已经说明，就是引用无发表文章其中部分段落无注明出处，迄时阵已经承认确实是个人疏失。那我相信这个对我在整体的一个论文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瑕疵存在。但是同样的，我还是对于我自己的论文是非常有信心的。
柯秀华电也表示，已经透过办公室函文和学校自请调查。逢甲大学也透过声明表示，检举案已经确定成案，会依照校内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处理要点，成立审定委员会，定时会在2个月内完成，差不多伫10月中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今下晡宣布不被选桃园市长啊，不过进前咧伫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有讲会先来相信同志，一声对手蒋万安的批评讲根本就伫咧乱烧天。另外黄珊珊也讲看到这论文证据，只想着要安怎教囡仔。标记画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后援会志刚展现团结气势。最近绿营因为林志坚论文案气氛无好，就算党主席的传闻表态力挺，依然无法度明示党内声音。昨日林志坚也亲身开记者会，宣布离开桃园市长选举。陈时中进前话先相信同志，也和对手蒋万安表示根本是乌白支持。证明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是明显的，那只有陈时中在瞎提。我想陈时中对于事情的道德标准如何，台北市民透过这件事情看得非常清楚。林志坚这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一向我没有改变过，大家这是要用事实来证明。陈时中强调，关系个人名声无明确证据就下结论是无好的代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一口气看到论文证据，只想着要安怎教育囡仔。对林志坚批评中华大学学论会先下钱才违背，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就等中华大学的结果。这个事情我看到只想到说，我要怎么教育我的小孩，留给人民去公平。现在全台人民都在等中华大学的判决的嘛。反正他也拖不了1个礼拜嘛，1个礼拜内应该会出来的吧。首都选战三卡都激烈，拿下参选人蒋万安后援会营业总会长吴碧珠就表示，绝对未出现起波效应，也进一步分析25%中间选民会是左右胜负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进前的这个军演有射东风飞弹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国防部伫11公告，台美针对着爱国者3型飞弹工程起步加监测计划有达成军事武器买卖协议，时间是4年半，爱开美金8800多万。这爱国者3型飞弹会当守护台湾的空隙，甲对方的飞弹炸落来，而且也会当提升准确度。美国2月批准1亿美金的爱国者3型飞弹工程的昆布，也有飞弹效能监测计划对台军售。经过台美多摆讨论，7月20达成协议来生效，8月11对外公告。这合约的执行到2026年12月31为止，为期4年6个月。合约金额调整为台票25亿2436万3241块，因有效来维持台湾的空防，对敌方弹道飞弹炸落战力增加拍到比率。爱国者飞弹的使用联盟，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军事外交可以保持在一定的一个这程度，定期派遣就是飞弹指挥部的军官去美国参加这个 IESP 的计划，我们爱国者系统它的命中率会更加的精准。进前中共对台军演射击11粒东风弹道飞弹，这时阵咱国飞弹炸落战力真受到注意。国防部证实已经加买爱国者3型精定型飞弹，规划114年、115年分配来完成交温加部署的作业。如果今天他飞弹的目标是打我们的国土的话，那我们的爱国者飞弹是有机会来进行一个拦截。美国继续军售台湾，日本航空自卫队11日公布，美国空军甲自卫队伫初到强军军演的期间，捌伫沖縄湾周边进行共同训练，加强日美同盟的能力。中国外交部是连续多天批评佩洛西访问台湾，12日再批评这是政治的表演。佩洛西拿所谓民主做幌子，为他窜访台湾找借口，这是完全徒劳的。中国军事动作继续，这一就有个有3场北海实弹射击的演练。最近发动外海要强军电子侦察船这4架军舰来滞留，由中国28开始，伫台湾东部海峡管制时间，会试射无限管的飞弹，是不是因此受影响来取消，也是延期？中国伊表示也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次下周访问行程，美国有媒体曝光，佩洛西后生无伫咧名单内面，却出现伫访问团，质疑讲可能是有上级的目的。不过佩洛西表示，后生只是来做伴，无虾米款的目的。
有其他媒体讲，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习近平要向拜登表达中共无拍台湾的想法。佩洛西来甲总统蔡英文小解，这个查甫人就是佩洛西的囝小保罗。即便伊是带团来访问台湾，不过伫官方的名单顶悬无甲列出来。美国福斯新闻主持人就要求讲，这个小保罗毋是官员，也是讲顾问，伊是伫一个理控公司内底，即便是带团来访问，甲亚洲的投资有牵连。That I had him come and I was very proud that he was there, and I'm thrilled, and it was nice for me. No, he did not. Of course, he did not. 佩洛西回应讲，因囝干那是做伙来，甲商务无牵连。外交部嘛表示尊重访团的安排，这干那甲提供协助。不过，《华尔街日报》伊就报讲，拜登甲习近平伫咧进前有通话，习近平伊阁有警告讲拜登。佩洛西若是访问台湾了后，会产生的效果。不过，伊嘛表示讲，中方无意思甲美国来开战，双方拢需要维持和平甲安全。拜登最近也说了嘛，就是说他不担心台海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表示说，拜登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演习，而不是真正具有这个军事进攻的意义在里面。丁书帆分析，中国以外交制裁借落手段来回应，不过未来升级军事冲突。不过，国际支持台湾，安尼嘛，互中国感觉真刺激。毋若抗议立陶宛访团来台湾，甚至阁表示立陶宛想要来修复甲中国的关系，上好是甲台湾办公室甲撤掉。对于立陶宛他们来台设处，我们表达我方的诚挚的欢迎。煞立陶宛了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嘛宣布讲要退出含中国甲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甲尊重，并且讲有愈来愈多国家对中国战略革命感觉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最后，观众朋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1761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89人，死亡个案也有31人。这重症个案内面咧有3个囡仔出现 MIS-C， 今年囡仔重症到单有162个囡仔，其中 MIS-C 就占了57%。就医生呼吁民众爱赶紧带囡仔去注疫苗，才好降低 MIS-C 的情形。另外，指挥中心也惊讲，这BA.5疫情会搁再压起来，宣布对8开始这第4回快筛检命制开始实行，而且一个人上济会当买2份，这2份就是10支，一支有关是100块。本土 Omicron BA.5疫情上近8月会变较济，为了让民众量早准备快筛试剂，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第4轮快筛实名制，为后礼拜一8月15开始，每一个身份证2号上济当买2份10个，每一个卖100块。另外，0岁至6岁的细汉囡仔只要有健保卡，也可以当免费摕5个快筛剂。这2份你可以一次就购买2份，也可以分开这个2次，那各购买1份都可以。新冠本土疫情也是维持单日2万多例，12礼拜5新增加21761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89例，死亡有31例。重症个案当中有3例是儿童MIS-C个案，其中年纪上细汉的是1岁查甫囡仔。6月底确诊8月初出现MIS-C的症头，目前也搁伫住院治疗。今天新增的3例MIS-C所以目前我们的儿童重症的人数是来到162位，那其中MIS-C占最多是93位，那死亡的人数维持在27位。医师提醒家长，囡仔为确诊加出现MIS-C的症头，平均32天，较无5岁慢发作的机会更加悬。不过只要做过疫苗，就会当大幅度降低发生率。5岁以下的儿童，他有时候在确诊之后发生MIS-C的症状，会拖得比较久就是晚发型的这个 MIS-C有时候甚至到50几天到2个月，所以这个家长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另外，7月公布新增加9例 BA.5 本土个案，接触者上新定数嘛公布，又搁验出一个 BA.5 的个案，是进前确诊的查某囡仔小弟，是国内第5件 BA.5 家庭受惠，累计目前国内本土 BA.5 的个案有15例。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分发今早起放榜今年的录取率有到98.94%，不过也是有14000外块招无满，一寡统计拢是有史以来上界悬。今仔日大学考试分发入学结果出来啊！
根据大学考分会统计，今年有25297个人完成志愿登记，录取25028个人，录取的比率是98.94%，是有史以来上悬的，比去年97.98%更较悬。面对招生考试的制度改变，平均一个学生填69个志愿，比去年58个更较多。采用采集的这个策略的话呢，从去年的这个76的组数，已经变成到今年的163种，会导致学生就是说，在填写志愿的话，是相对来讲，那是比较难预测。今年的欠缴嘛创新高，有51间学校出现14493个欠缴，其中私立大学有29间。若干那看分发入学的管道，有12间大学欠缴的比率伫80%以上。那以学科来看，欠缴比率上悬的是外语学科62.47%，第二悬的是管理学科53.09%。那私立大学总共有14所，它的缺额比例是大于75% 哦。那其原因大部分都是系组呢都有存在这个显著的这个缺额。受到假期少的影响，招生考试的制度改变，精选的名额搁加转来分发入学这边。不过嘛有11间学校无欠缴，包括台大、成大等等的9间公立大学。另外私立大学的部分，敢若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医学大学这2间是无欠缴的。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分发了后，招不满的情形是真严重。其中文化大学是欠2300多个，是全国欠上介济学校。文化大学表示，这款情形并因所堆砌的是更加严重，招生方式也一定要做调整。不过，因也呼吁教育部爱予私立大学有春秋的空间。现代人囡仔生少冲击全面来咯，老爸私校也受到影响。文化大学今年有2635个分发的名额，占该校总招生5成2，也阁招收250名学生，不足2378个，全国上最。分发的不足比率90.2%，淡江大学不足1037个，不足的比率是52.8%；宜修大学不足1007个，不足比率是84.4%；静宜大学不足617个，不足比率83%。整体的人数的规模调整，这个应该是每一间私校在现阶段都我们的想法都是会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转型。呼吁说教育部可以给我们现在所有的私校，这个是替所有私校，我想应该也是发生。明年全国考生会减少2000人，公立大学名额可能再增加。文化大学指出，今年开始会加提升的名额比例也伫建议。整体来看，调整招生的规模是一定要做，希望教育部和私校更加做春秋的做法。另外，对着囡仔生少的情形，分科测验报名人数可能再降低。台大也表示，就算今年分发入学1574个名额拢较满，内部已经讨论调降这个分发招生占的比率。申请入学的比例是教育部2年核定一次，我们可能因为刚才繁星的话是台大只有10.5，这个略微调整一下。国内学生来源减少是事实，未来几年会更加严重。成大校长苏慧珍认为，未来不管私立还是公立，拢要调整招生的策略。私校工会是认为，私校也是要对基本面来办好教育，唔是把钱拢放伫广告甲招生技术面顶面。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美国甲印尼对这个月开始要伫咧苏门答腊岛举行14天的联合军演，包含澳洲、日本、英国计共14个国家5000名士兵参加演练。这是2009年开始举办以来上大规模一届。对澳洲的学者分析讲，这也是印尼头一届甲遐尼济国家的海军做伙举行联合军演，目的有关是要警告中国。军用运输机飞过去，伞兵部队伫天顶一粒一粒摆甲亲像一尾翎，上尾后降落伫枪篮内底。这是美国甲印尼为8月开始伫印尼苏门答腊岛举行14天的联合军演，号名做超级加鲁达之盾。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莫巴表示，演习是为着要展现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决心。Aspects of this is just a really important expression of our teamwork. And our interoperability and our unity really as a group of nations that seek to continue to hav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大学名誉教授塞尔分析，中国海警船常常出入南海，保护中国渔船非法伫印尼的经济海峡掠鱼，而且主张中国伫南海海峡的主权，甲印尼纳图纳群岛的海峡部分顶塔。念讲印尼是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南海主张。 Indonesia is developing its capacity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sovereign jurisdiction over it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continental shelf by exercising with advanced nav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significantly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he said. In other words, Indonesia is signaling its ability to deter China. 因涉内底除了美国甲印尼分别有2000名士兵，还有其他包括澳洲、日本、新加坡甲英国等拢总14个国家5000名士兵参加。这嘛是为2009年开始，美国甲印尼举办联合军演以来规模上大一届。而这场军演嘛继续到10时。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 南韩总统尹锡悦上任了后，南韩政府12宣布815光复节特赦名单，这人数要到1100人。这内面有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和乐天集团的会长申东彬等一寡商业界大人物。尹锡悦表示讲，这届赦免的重点就是希望会当促进经济恢复进步。不过，前南韩总统李明博说是无伫咧名单内面。 경제 활성화를 통한 경제 위기 극복을 위해서 주요 경제인으로서 이재용 삼성전자 부회장을 특별 복권。昨日，韩国法务部长韩东勋召开记者会，公布尹锡悦政府上任头一遍的815光复节特赦对象名单，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甲乐天集团会长申东彬等，拢伫名单中。韩东勋解说，政府要尽全力克服国家经济危机，为这样代志严选下面会当透过积极投资技术，甲创造就业机会，主导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商界人士，互因会当再一次参与经济。 总统尹锡悦也伫前往龙山总统室的路年表示，这届赦免主要是民生甲经济的恢复。李在镕因为乌西前总统朴槿惠甲崔顺实，去互人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去年8月得到假释。虽然李在镕正式刑期已经伫7月底结束，不过根据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5年内就业活动会受限制。这届特赦会使李在镕会当重回经营3000工作。根据韩国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有70%以上的韩国民众因为经济无景气支持特赦李在镕。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这违背倒朴运动的精神。今年80岁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无伫名单内。2020年，李明博因为接受三星电子等乌西甲贪污罪，互人判17年有期徒刑。今年6月，以糖尿病恶化暂缓加禁3个月。根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尹锡悦考虑最近的支持率落到剩24%，所以决定拜读6成民众无支持特赦李明博。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译。 伫咧加拿大上界大城市多伦多拜市中昼当咧大停电，是因为有一台吊车去毁掉高压电线，才害这商业区熊熊失电。这场意外害迄个所在停电8点钟。 电子看板乌麻麻，交通和也无倒来运作。原本闹热的市区因为停电变甲真混乱。加拿大上大城市，当时也是金融中心的多伦多，在中昼是无有经大停电。民众一直问发生什么代志，大家拢唔知要安怎。 One's first thought was, oh my God, are we going to lock down? Is something happening? I'm going to go to Eaton Center, but I'm closed. 熊熊来停电，原因是在大型的启动机弄到过压的输电线，这造成多伦多主要商店区断电。事发当时正是大家食饭的时阵，未少人掉伫电梯内底喊救人，有名国不中心也赶紧来疏散世界人。加上当地进驻真侪企业甲银行，也有餐饮业者无电就无法度来做生意，唔知要哪作业。 During our lunch rush, and we had so many reservations today, and so it really inconvenienced so many people. 这场大停电停8点钟，电力才慢慢来恢复。另外，伫德国，民众是烦恼讲，俄国将用的天然气断气，已经提前为冬天来做准备。毗邻附近的这间五金的卖场，最近有不少人来买会用的冻寒的建材，先准备。We are insulating the house, putting insulating materials behind the radiators, insulating the windows too.
会场的工作人员指出，除了相关的建材，最近几个月电力器甲太阳能板也真热销。媒体是报道，德国半数家庭原先习惯用天然气供暖的装置，英国过去6个月有1/10的人改买插电式加热气这设备。随上，德国为了避免冬天无能源会使冻寒，才提倡这个节能，包含徛过暗时空调卖伤悬。有部分的民众甚至拍算讲，连天然气都不爱用咯。If there's a serious shortage and supply stop, we are ready. We've bought a camping stove and, of course, a gas canister. 不过，当地消费者协会指出，部分的低收入户就算欠长内度，也是无多来支付燃料费，冬天恐惊更加歹过。因呼吁德国政府提供援助，或者民众度过寒冬。广西新闻齐婉玲编译。英国气象局11针对英格兰加威尔斯这两个所在发布连续4天高温的警告，而且有讲这7月雨水量是1935年以来上界低纪录，而且全长350公里的泰晤士河这水头大曲曲的情形，比英国更加严重。也因为安尼时，有2间自来水公司开始实行限水措施。这个7月，英格兰不止出现破纪录历史高温，也阁面临1935年以来上少的落雨量，平均达只有23.1毫米，是以前7月平均降雨量35%。有的所在甚至出现有史以来上大数的7月。穿过南英格兰，为格罗斯特郡一路经过伦敦入海，全长356公里的泰晤士河，源头大水情形比前更较厉害。以前毋捌拄过高温甲酷旱，互南英格兰2间自来水公司宣布暂时禁止使用喷野水系统。响应伦敦甲英格兰东南地区的泰晤士水公司是考虑要对咧做，挑起是限制袂一次性航班机因为消防单位警告，迄凯蝶草堆引起大火。We can see we're going into water restrictions already. We haven't got the infrastructure in place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We've got leaks springing out everywhere. We don't have enough water for agriculture. So therefore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quite quickly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infrastructure becomes up to scratch, because we're not ready now, let alone feel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with climate change. 气象局11对英格兰甲威尔斯2个所在发布4天的极度高温警告。无明显的一个农地就传出大火消息，火势伫大草的农田是小甲未收煞，互赶到现场拍火消防人员无用气气。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咱国内经济，主计总处今日发布上新的经济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76%，比过月所预测的3.91%降0.15个百分点。不过，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增加到2.92%。主计总处表示讲，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是3.05%，明年国内半导体产业市场有优势，而且在制造业产能的提升带动之下，出口当然有机会继续冲。有9间民营的电厂涉嫌拒绝和台电协商调整买电的费率，公平会伫自2013年认定因是联合行为，甲因罚超过60亿。不过业者是真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这官司已经打9年，这期间已经有7间去互判败诉，落尾还佫2间最高行政法院伫昨也是判因败诉。处以呢，一共63亿2千万元的罚款。公平会罕见的用档法，这是2013年9间民营电厂，互人认定有联合行为，造成台电大了钱。业者提诉愿了后，也是不服，佮提出行政诉讼，官司拖9年，陆续有7间确定败诉，即马最后2间嘛败诉，9间民营电厂拢总爱罚60亿，专案确定。在整个调查、处分还有诉讼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律的争点，那双方的看法不一致。不过到最后，现在我们法院终于是肯认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解了，所以我们感觉到很欣慰。公平会是讲，因为较早审判的见解无同，为1审到今2审，业者拢得到胜诉，一直到最高行政法院今年6月开始陆续做出定案的判决。先是未了中兴、嘉辉3间电厂败诉，后来成员嘛败诉，再来为国光、新桃、再到成能，即届包括新霸、和平，最后2间电厂也伫11判决构成联合行为，影响市场供需公平。他们卖给台电的电力呢，是占台电外购电力的76%。那可见呢，这9家民营电厂也
高经明年电厂因为联合拒绝甲台电协商调整买卖电的费率，才会互人发觉动。即届败诉之一的和平电力母公司是台泥，换那大发声明，表示也未收到判决书，不过已经伫研究特别救济庭书。相关罚款已经伫108年全部认列，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民众伫咧健保资料库内面的医疗等运输个人资料，伫过去100年拢是提供予学术等单位来使用，无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认为，这款的行为违背宪法咯。宪法法庭今日做出判决，宣告个资法相关规定无违背宪法，不过有欠缺独立的监督机制，相关单位爱伫3年内来受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真侪民间团体认为，卫福部健保署无经过同意，释出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等健保资料予学者做研究，有违反宪法的顾虑，申请解释宪法。宪法法庭12组2022宪判2第13号判决，判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违反宪法。本判决呢，个人健康保险资料仍然可以依法继续利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制度呢，等等呢，都欠缺独立的监督的机制，相关的法制也欠缺当事人可以请求退出权。本判决都要求在3年内要修法。会有这件涉嫌案件，是因为全民健康保险资料甲个资法规定，病历、医疗甲健康检查这个资料，公务机关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基于医疗卫生目的甲必要性，企图识别化了后，会当使用人民的健保资料。不过民间团体主张有退出权，捌伫101年以存证信函向健保署表达，拒绝健保署将因的个人健保资料予第三者。不过去互健保署拒绝，因提出行政诉讼败诉。确定了后，申请改税宪法。当年的那个规范一定没有那么完整啊。既然大法官已经有做这样一个判决，健保署跟卫福部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去做相关的一个配套的改善呢。宪法法庭认为，个资法规定健保资料库和公务机关、学术机关统计也是研究符合宪法，会当继续使用。不过个人健保资料欠缺个资监督机制，甲当事人请求停止使用规定，应该爱伫3年内修法。到1个月前，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民间团体并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各地头的农田水利会伫2010年，因为农田水利法通过改制，变做是公务机关。就在野党的立委质疑讲，部分条文是违背宪法的，声称失宪。宪法法庭今仔日是判农田水利法有符合宪法。就律师伫咧烦恼讲，这个失宪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分家南山的水利会拒绝收归国有的行政关系。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等人亲身揭牌，原来是公法一个农田水利会，因为农田水利法通过，2010年正式改造做公务机关农田水利署，连带国会财产也收归国有，引起反对者批评违宪独裁。38在野党立委也针对农水法申请改税，宪法法庭12判决农水法合宪。农田水利的组织究竟要采行为公法人，或者是国家的机关之一环，这纯粹是一个政策选择考量的问题，并不涉及违宪与否之。法庭认为，农水法制定准则甲相关条文，是为确保农业永续甲稳定灌溉用水，并无侵害人民结社自由、财产权等问题。农委会表示，会继续坚持农业改革。申请人代表律师是批评，法官想法过时，只是政府打手。他们这个思维，我觉得是停留在2次大战的纳粹时代的这种法律思维，是公然抵触土地法第4条。这些大法官呢，就是当作政府的打手了。亲像云林这块地，业者10多年前买了，发现有云林农田水利会的水利设施，过去一直被无偿使用，水利会无愿意拆掉现地，所以对水利会提告要证回使用权，即嘛用以判决要求征收协助补偿。事件出来讲合法就是水利会当用，咱唔才有法度找原来的地主讨，因为咱钱已经付予伊啊嘛。
有人解套，毋过亲像嘉南、云林、甲彰化三水利会，因为旧在收归国有提起的行政诉讼，恐惊会受即摆破决影响。水利会代表律师表示，会邀请成员参详后续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15，也就是三管大地内面的地关的圣诞，加上这个佛教的盂兰盆花，正做咱现有的这个民间民俗中原普渡。讲到中原的时阵，宜兰的头城，还有屏东的恒春，拢会举办唱歌活动。不过头城因为疫情关系，已经停办3年了。恒春伫今年有恢复举办。因暗有18队要来拼冠军。另外，伫虎尾街下的大普渡，今年也有恢复普渡活动。今年的普渡上报到2000多。公鸡手靠2条白带拼命比，为的就是要伫12中元节暗时，将即摆唱歌冠军留伫恒春。较早是赢第2名吗？系第2名，有第2。哦啊，所以今年要搞迄个奖金留伫恒春。大概1个礼拜3次。1个礼拜练3次。哦，啊，这里也是很经常在练啦。对。恒春甲茶城2大唱歌的大代志，受疫情影响，茶城停办3年，恒春去年停办了后，今年搁办，将做全国唯一唱歌的比赛，参加队伍选减甲18队，毋过拢正疫情，当地社区出钱设训练场，互各队练习。正式比赛场所将近1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让选手训练，那所以说目前这里个位置是德和福星宫抢孤的训练场地，那目的就是让自己的队员训练抢孤之外。那提供给各个队伍。有8年历史的恒春唱歌暗时要伫东门广场开始，因为文化部表示赛场离恒春古城伤过近，要求刷所在，所以今年也是东门最后一场唱歌。另外，虎尾大普渡停办2年了后，今年也恢复家谱，互真侪民众甲店头拢真期待。这个月就是沉浸的心来供奉他们这样。就是停办了2年吧，好像是2年，所以今年好像会盛大举办，也会希望说带来游客啦，因为我们店家也会生意有受影响。协会表示，普渡会分做东西南北中，福地福景7大区，每区拢无同款的主题特色，倒数超过2000多，也希望大家斗阵参加传统普渡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东进前有一间至少收容机构发生囡仔受人性侵害案件，监察院调查发现讲，这台东县政府的社会处严重失职，若无伫咧要紧囡仔求助，敢若罚这个机构12万尔。今仔日提案纠正，也要求爱讨论处罚相关的证据。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轻轻放下？监察委员批评台东有某一个离校安置机构过去逼出体罚等等的不当对待事件，更较含的是，委员调查发现，受害囡仔毋若一开始找无人斗相共，台东县政府随后处理案件嘛真啰嗦。这是有性侵害的一个嫌疑，明明知道这里面的孩子已经受到伤害，因为委施的人员呢也都没有处分，就是通通就是把它用一个12万解决。监察委员表示，台东县政府对机构甲涉嫌人，若无分开处罚，甚至敢若透过几节课就认定该成完成，并无照离校好利甲权益保障法来追究责任。政府单位应该做的所无做，才决定提案纠正台东县政府，要求起诉相关威胁的人员。我们让他们就是继续上我们的相关的课程之外。派遣我们的包括行政的管理人员跟所谓的我们的社工同仁就会到机构定期的去做一个反视，然后持续来观察他们后续的一个表现。监察委员表示，这个案件凸显体制的反背。安置机构本地是保护囡仔，但是地方政府无顾囡仔的需要，通报建议卫福部强化机构评鉴的制度，提升照顾人员的专业。希望县政府爱以这个案件做警觉。记者陈亚布里小开台北采访报道。人讲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影。这个花莲石推平外海最近出现真侪只海洋，若有罕见的木龟蛾，也有一只白化症的海鸥。这海面当中呢，也有规定的航仔鱼伫遐游来游去。解说员也讲，这个季节因长咧生炭，一寡航仔鱼也拢长咧求爱。为着要记录真歹看到的瓜头青这种海鸥，海保署特别委托民间生态顾问调查东部海峡鲸豚生态种类甲目击资料。伫
在石堆坪外海发现一阵瓜头精，其中还有一只白化症，白白身影，互逐工出海船长也学了真水。台湾东岸的赏金来讲可能100个航胖里面，说不定没有办法发现5个航次，算是个比较罕见的种类啊。又更难得可以看到白化症的瓜头鲸。另外，伫江浙海峡也有大型的航鱼咧受辱，船长表示，因毋是咧相拍，是咧求偶，因为画面真难得看到，互出海记录海洋生态作家甲导演赶紧翕落来。海洋生物的他们的习性、生存的情况是不是好的？其实这些都非常的渴望想要了解，但是呢，他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才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生存的现况。根据研究员资料，顶一摆发现这阵海翁是伫2018年8月，数量伫100只以下。瓜头鲸伫深海翁记录内底是较少互人发现的一阵，主要是分布伫开放性的大洋海域，正出现伫较深水的所在。台湾海域伊花东有时阵会看到，啊，不过群体居留性甲活动也是一谜。记者综合报道。猫仔、狗仔拢是咱人类上界重视的宠物。台湾实行这个流浪动物零汰杀的政策已经5年啊。不过，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因为空间真有限，领养的速度佫较慢，所以这空间是真无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这流浪动物的问题。你一直跑出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狗都混得很高，都亲人的啦，都塞奶的。当来到台南动物之家，内底的狗仔就开始大声吠，因原底拢是流浪狗，伫遮等待领养的机会。阮即马现有的收容的数目差不多1000多只，其实阮上适合收的量敢若700多只尔，所以阮已经超收200-300只去啊。即摆大家拢住都市，所以较早有一个民众，因兜是住公寓，因想要领狗仔，伊就无希望小大只。根据行政院农委会统计，台湾自2017年零汰杀政策上路以来，全台湾的流浪狗数量，逐年差不多以1万只的速度在增加。到2020年，已经有15万只。全国公家的动物之家收容压力嘛真大，嘛因为流浪狗的数量实在伤济，为着要管制，政府甲民间的合作也真重要。因为伊养了伊。第一个来讲，伊的个性就较温和，较袂伫咧外口要抢地盘，然后小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伊养起来，伊就袂阁继续生。虽然养是即马上积极的做法，但是定拢是养的速度比袂过生的速度。上要紧的，也是鼓励大家领养，对因负责教育，唔通乌白放杀，这是尊重生命的根本。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南台中报道。即马国内疫情有较稳定，民众出去耍的意愿也增加。新德县今仔日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甲专家做伙开会，希望收集大家意见，讨论要安怎请游客来新德佚佗，发展观光产业。我们美丽风景、真少原住民文化，拢是真出名的特色景点。随疫情转好，最近大家较愿意出门佚佗。不过，要安怎省观光客？新德县找专家学者、甲在地饭店业者，大家做伙来讨论，加强行销，让游客来这边住民宿沉淀下来，慢活慢游，享受客庄文化的深度内涵。这个就是要加强行销的部分。讲讲这几年新德县地交通建设、甲观光资源的推广，拢有未少的进步。即马上需要是互旅客愿意留在新德住一暝，来促进观光发展。山林的步道的部分的游程的部分，我们列为重点的发展的方向，结合了我们山林的步道以及山林所行经的一个景点的一个时速游构型，把整个游程的活动来做一个推出，也是我们一个推出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新德县有丰富的大自然环境资源，政府希望透过讨论，收集专家意见，让观光旅游有更加丰富的发展。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政府实行中照2点控已经5年多了，这卫福部要精神病人长期照顾的示范计划。立委王婉如今日召开公听会，真侪专家拢希望这个示范计划会当继续办落去，让特殊的精神病人有专门的中照中心甲服务。不过卫福部的官员却认为，精神病人夹入去一般的中照中心，才会当洗清精神病人的歹名声。
精神病人因为镜头特殊，卫福部自2020年开始特别提出精神病人长期照顾示范计划，立委王婉如12邀请专家召开公听会，将对这个3年示范计划提出意见，甲对未来政策的建议。在这1、2个月的这个因为休会期，我们去一些机构来做参访和了解之后，发现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现状是我们可能必须要提出来一起讨论的，然后看这些问题怎么样如何能够来解决。有社工表示，第一线的长照服务人员拄到精神病人，定唔知影安怎甲因相处，因为上过相关培训课程的服务人员比例增加。人员在还没有对精神病人有相当认识的状况下，当然会影响他的一个评估。所以以目前的27.6%的状况下，它是有持续进行的一个必要性。虽然在座未少专家表示，希望精神病人专门的长照中心甲关怀据点会使继续设立，但是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讲，伫人口无遐尼侪的所在，真二体精神病人搁设立独立的长照中心，未来也是会以融入一般的长照中心为主。整个来讲，我们建议是采混合式的，就是以融合式为主，可是也不反对有一些单独的这个精神长照，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比较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卫福部嘛表示，精神病人融入现行的长照服务体系内底，嘛会使避免污名化精神病人。记者林书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有一团被30年的舞蹈教室第2代刷落来去接手了后呢，把这个团名改做鸡西亭。这几年因为也对咧推广儿童美学，结合着这块传统歌谣办夏令营，和艺术文化对囡仔的生活开始奠基。对固定音乐的旋律，细汉囡仔学海影、念咪管、念咪鸡，佮加放一寡素音乐的元素，大家是算甲叽叽叫。有一寡教授可能因开课会感觉讲人和人之间当竞争比赛，而且会当学到一寡态度，我感觉这较重要。台南这间生活舞蹈教室叫鸡西亭，前身是花溪队舞门，是当地老牌的舞团。主本是民俗舞出身的艺术总监柯春香老师伫咧教，即阵传到第2代。查某囝做编导，负责写剧本、做导演。也那后生地夫啊是锁定有囡仔，斗阵传承这团要30年的舞团，也甲伊真做是实践儿童美学的基地。咱的台湾文化就是生活，囡仔来遮啊，感受到的、接受到的训练是无共的，一寡心理较有深度的物件。所以，阮伫教因跳舞进前，嘛教因搓汤圆，然后小朋友刚刚就趣味，互因认识台湾的节气。伫咧遮无升学的压力，老师带囡仔自然探索。就连教课的老师 Johnny 也是台南囡仔，10年前对国外返来台湾发展。我会希望用在地的文化、在地音乐的美学跟在地的律动，再加上可能日据时代台湾对日本的一些印象，去编排这些东西。老剧团新生命，这阵对生活甲文化拢真痴迷的人，又搁伫咧拍拼，伫咧台南找找搁较侪台湾味。记者阿敏晶、罗维祖台南报道。成立30年的国家太空中心，在2021年成功发射杯子玉山立方卫星。这太空中心为着要互相介先进的科学技术，专做正人拢知科学知识。在嘉义县北花志馆的太空馆，有举办各中心的立方卫星课程，希望会当深化学生对太空科学的了解。摕家己岛的卫星拍一头测试，嘉义北花志馆太空馆配合国家太空中心。针对高中生开办制作卫星的课程，来上课的囡仔拢讲是较特殊的经验。以往卫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它都是非常的巨大这样子，但地方卫星我们这次做的，它就只有 EU 就是10立方公分这样子的大小。如果插错一个地方，它可能就会冒烟，然后就烧掉。所以整个过程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台湾在2021年成功发射咱自制立方卫星。国家太空中心为着要推广太空科技的科学教育，头一届举办这种课程。上课的老师讲，学生这届做的这个卫星概念结构，甲真正立方卫星有7-8成相像。以前的模型都是可能只有纸的，或者是只有一个塑胶壳，没有实际的功用。那这次的话，能够做出来可以实际可以使用，像卫星一样功能的一个
教具模型。基本上太空对很多是一个新兴的科技，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遥远，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那是一个未来孩子可能必须要学习的趋势。今年5月正式来启用的北回二馆太空馆，是分嘉南地区提供完整太空教育知识的所在。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未来阁会有相关的课程，希望会当互分嘉南的囡仔有入捌太空知识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